你知道这马的来历吗？草民有所耳闻，这是千里马，天下相马以此为模范，是前朝名将马援征交趾时及当地铜鼓浇铸而成，敬献给先帝的。先帝第一次见到马援时，当时公孙述在成都称帝，而马援与公孙述很有交情。先帝问：“你遨游在二帝之间，是不是觉得游刃有余？”马援说：“我和那公孙述自小就十分交好，可是我到成都，他戒备森严，而陛下丝毫不加防范，怎知我不是刺客呢？”先帝笑说：“但赐无妨。”马援跪下说：“当今天下，君选臣，臣亦择君。今天我找到气度非凡的明主了。”草民不敢当。